喂呀，年前啊，做唔切啊，真係，最要自己動手啊，底褲都濕埋啊，真係，擺喺出邊呢啲真係冰山一角㗎咋，大家睇下入邊，帶住睇下入邊。哇！呢部嚟咗幾次㗎啦，換4支避震機，整靚晒，返香港過年。靚貨嚟㗎，由內至外，全車雙焗雙噴，全部基本上整好晒啦。年前交貨俾車主，靚車。呢架常規操作，換4支避震機。香港好多車有時剎車同埋避震機過唔到關呢，就嚟揾進階會嘅。嗱呢架車呢，為咗香港驗車嘅時候呢，次性通過，揸咗俾我哋呢，全車執一執佢。最主要就係剎車啦。嗱呢架呢，上個視頻講過啦，白天鵝嘅車，有興趣嘅翻我上一條視頻睇睇。呢架呢 LS350啊，咁啊大家睇到啦，4隻拎就拆咗啦，全車拎電鍍翻新，咁啊仲有補漆，仲有做美容，咁啊好快做完就交俾車主啦。如果你有架車想執靚車過年，請留言俾我啊，我幫你諗掂佢。想了解更多情懷老車嘅翻新方案，請關注關大叔啊！加紅心獎勵下嚟。